讲到这国军呢，搁再逼出到这间谍案咯，有一个退役圣书的飞行官呢，去互中共吸收，假做是美国智库人员渗透到这空军战术连队圣库的管制官，想袂到这4年来泄露到这香山飞弹的机密资料，也搁这反制解放军的战术策略。台中的高分检呢，依照违反国安法，也搁贪污等罪嫌，甲这2个人起诉。对空中真紧飞过去 ，IDF 福建国号战机进前挂载空射型的香山反南飞弹模拟弹，头一摆升空起飞，引发注意。香山飞弹号称航南的杀手，能打击军100公里外的敌人。中科院最近一直在测试空射香山飞弹，确实传出相关机密文件，恐惊落入去中共手中。国军搁逼出强谍案，一个退役4士的飞官到中国发展，互中共吸收，论这强谍，假称家己是美国智库人员，渗透现役空军战术连队。4库的管制官，甲大号用这桩案的空射用山飞弹机密泄露，也有国军反制强军的建设改泄露出去，时间已经有4年。这个案子是侦探局在112年1月接获官兵检举以后，那么通报国安局统合宪兵指挥部实施专案调查。那么在案件发现之初，就采取了管控措施来降低损害。雄三飞弹的空射型到底泄露了多少？会影响到对方掌握到我方的军需装备的进程，这对国安是相当大的伤害。台中高分检去年8月展开搜查，依照违反国安法贪污罪罪起诉，新事为10万块交保，4库的关押，专案继续审理中，国防部谴责少数官兵叛国，真正互人看袂起。立委认为，国军应该对个案解释强谍网安怎形成的。前国防部视察指出，空军管制官泄露国军反制强机侵了台湾的作为，恐惊会互强军找出咱空防的缺失，进而发生这个严重的国安危机。现在我们的空防啊，我们的战斗机上去怎么样拦截？程序是什么？要去哪里站位？啊，这个我们起飞的这个程序啊，紧急起飞多久啊？这还有调度哈，被人家知道，我真是觉得这个非常的不好。近年来，电力传出强谍案，包含海军体育小将孙海德涉嫌收受资金发展组织。陆军体育中将国安局想要伫台湾增建武装组织等，罗德问指出，国军来加强反情报教育，调整战术策略，双方面赶紧来补破网。记者综合报道。